我是徐薇老师，大家一起来学讲客家话哦。今天要说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做菜的时候的佐料客家话怎么说？首先第一个跟徐老师念，酱油怎么讲呢 ？Tell you。Tell you， 这是酱油。麻油呢？酱油、麻油加油。麻油跟我念哦，麻油，麻油。再来醋很特别哦，蒜丝，蒜丝，对，这个是醋。蒜头，蒜头，蒜头，蒜头。辣椒，好辣，辣椒味，辣椒味，对。胡椒粉呢？胡椒粉，跟着念来，胡椒粉。哎呦，念得很标准哦。再来香菜很特别哦，叫做演习叶。哎，对，再来一次，演习叶，演习叶。再来，如果是海陆腔的客家话呢，很特别哦。许巍老师都听妈妈讲说，香菜。用菜要听得懂哈。好啦，那我们到客家庄吃饭的时候呢，老板可能会问你说，你要加什么什么吗？怎么做呢？爱老什么什么某，爱老那个老就是加什么什么料的意思，爱老什么什么某。比方说，你要不要加蒜头呢？爱老蒜头某，对，就这么讲。哎呀，我不要加蒜头，嘴巴会臭哦，你就可以这么讲，爱某爱老蒜头。对了，再来一次，爱某爱老蒜头，教会了吗？爱某爱老胡椒粉。对了，很好很好，音课喜相逢。徐巍老师要教一句成语呢，叫做一夕成名，或者是一夜成名。那这个客家话怎么说呢？叫做一夜成名天下知。跟着我念哦，一呀神명天下第。再来一次，一呀神명天下第。一呀就是一夜，神명就是变成很有名啦，天下就是全天下，第就是知不知道那个知，一呀神명天下第，很简单哦。那英文怎么说呢？英文的说法是一个 an overnight success。Overnight 就是过一个晚上的意思，所以 an overnight success 就是我们客家话说的一呀神명天下第，很简单，对不对呀？而且你看，好多客家谚语呢，跟英文都可以斗起来哟。An overnight success， 我们今天就学到这喽。接下来呢，嘴巴见徐老师哦，张开来，拜托求求你复习下来。酱油 tell you， 麻油，麻油，醋，蒜丝，蒜头，蒜头，还有呢，辣椒味，还有呢，胡椒粉，最后香菜呢，演习耶。对了，很好，今天就学到这咯，别忘了每天跟着学哦，按字say再见。